有幾多人了解珠海係從珠海嘅情侶樓日月貝開始？老鄉州已經好多年冇新樓盤啦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個現樓，165平方，4房2廳2陽台嘅設計啊！注意啦，入門口獨門獨戶嘅呢個位置入戶花園送俾你，然之後旁邊咧就係我哋嘅長輩房套間。好。我哋小區樓下就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、健身房、游泳池都係齊全㗎啦。然之後中央島台做好晒俾你，裏邊廚房4件套都係有嘅。客廳開間太誇張啦，4米半嘅客廳開間，哇，夠晒霸氣。然之後休息區3間房、書房、公主房，仲有公共衛生間。主人房係一個套間嚟嘅。小區5分鐘嘅生活配套非常齊全啦，中大五院、陽明廣場、三毛會員店，仲有萬象匯呢啲配套一應俱全嚇。而家單價先2字頭咋，比南灣區啊、富華里一帶啊都仲要平喎。我哋步行就可以去到大海同沙灘，2字頭帶你攞低咁靚嘅屋苑。